还是广播早晚那是特爽。当我是对接头这边的话，啥事都是东的话，他这个，现在他把他过去年是，因为他吃素的这个对呢，我谈过一个老大的就在口头里啊，谈过上那门头，刚才一个老大的就在口子里啊，吃素的是年纪熟悉，年纪初期。年纪这么长了，俺如今工作了讲，如果去20年前那些学生大概讲呢，俺日数出个写入去，我到底3个小时才用的。谁都知道他们哪里？刚开嘛，如是这个他是不是？哪里有的就自然有，他们都是说啊，这个他是不是？都不是熟悉，不是说是好的。